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1月9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98篇，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权柄。儿子的权柄是什么？我们在11月5号的每日读经里面也谈到了权柄。牧师提到了很多人对于权柄有错误的认知，也就如同现代人时常以民主制度所赐予的权利当成是一种没有限制的权柄。但是他们就忘记了，所谓的权其实是从制度上所赐予的。意思说，权柄不是一种没有限制的、没有极限的。民主制度的限制是那个权势的极限啊，民主制度是限制权的极限。基督徒信仰的权的限制，则是以上帝的权柄或是他的赐予为界限，人不能超过的。这也是伦理学时常在讨论伦理的时候提到的一个部分，因为人不能扮演上帝，人更不能超越上帝。先知撒迦利亚宣告了上帝的应许，必须要重建耶路撒冷。这个应许就是上帝的权柄。撒迦利亚先知说：“我渴望帮助耶路撒冷，因为我深深爱惜那里的人民。所以我对他的仇敌发怒，我要返回耶路撒冷，我的圣城。我要住在那里，人家要称耶路撒冷为信实之城，尊上主万军的统帅山为圣山。”先知书说得非常清楚，上帝渴望帮助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被掳，国家败亡，不但是没有权柄的人，甚至是没有盼望的人。上帝说：“我要从我的子民被掳去的地方，把他们拯救出来，从东到西，把他们都带回来，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上帝，以信实公平来治理他们。要坚强。你们现在所听见的话，正是重建圣殿、奠立根基时先知所说过的话。那以前没有人顾得起人或牲畜，在敌人窥视下，没有人觉得安全，因为我使人民互相敌对。但是现在，我不像从前那样对待残存的人民。他们将平安的撒种，葡萄树会结出葡萄，土地出产五谷，雨水充足。我要把这些福气赐给残存的人民。犹大和以色列的人民啊，过去外族曾互相咒诅说：愿犹大和以色列所遭的灾祸临到你们身上。
可是我要拯救你们。那时，外族要彼此说：愿你得到犹大和以色列所得的福气。所以你们要坚强，不要害怕。上帝说要拯救出来，要重建圣殿，同时也告诉以色列人要坚强，不要害怕。说这些话的必须是要有权柄的。那谁是有权柄的？是先知吗？还是有谁？上帝的预言权柄呢？是谁所赐予的？是无限的吗？当然不是。上帝有权柄，先知就有权柄，因为他们是上帝的代言人。而那些忠实的先知就有上帝所赐予的权柄。记得，但绝非他们自己所拥有的权柄。这样的概念也如同约翰福音第5章19节到23节，耶稣基督所说的。他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儿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看见父亲做什么，他才做什么。父亲所做的，儿子也照样做。父亲爱儿子，把自己所做的指示儿子，他还要把比这个更重大的事指示儿子，使你们惊奇。父亲怎样使已经死了的人复活，赐生命给他们，同样，儿子也要随着自己的意思赐生命给人。父亲自己不审判任何人，他把审判的权都交给了儿子，为要使所有的人都尊敬儿子，像尊敬父亲一样。那不尊敬儿子的，就是不尊敬差遣他来的父亲。耶稣基督比喻当中的儿子，就是指着他自己来说的。耶稣并且明白地说到，他所拥有的权柄是父亲上帝所赐予的，并且也要让人尊敬儿子，如同尊敬父亲一样。这样的完全授权，就是犹太人所不能明白，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好像在保罗的宣教旅程当中所遇到的那一些右派的犹太教徒，他们无法相信上帝授予了不必接受割礼的权柄给外邦基督徒，他们反而以这个为理由、为借口来攻击保罗，说他玷污了上帝的圣殿。他们忘记了，其实那一位被上帝授权的儿子，才是有洁净圣殿权柄的人。他们却因为了自己面子的问题而反抗上帝赐给耶稣基督权柄。耶稣基督说：我郑重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那一位的，就有永恒的生命，他不至于被定罪，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郑重地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已死的人要听见上帝儿子的声音，那听见的都要活过来。正如父亲本身是生命的根源，
他也使儿子成为生命的根源。他又把执行审判的权柄赐给儿子，因为他是人子。你们不要为这事惊讶，因为时刻将到，所有在坟墓里的人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而且要从坟墓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命，作恶的复活被定罪。耶稣基督在降生，他的降生就是上帝所赏赐的权柄。耶稣基督已成为以马内利的代表，也是上帝权柄的授予。耶稣基督传福音、医治人、帮助人，更是上帝权柄的延伸。耶稣基督受苦、受难、被定、死，并且复活升天，都是上帝的权柄授予。基督徒只有顺服基督的权柄，才能展现出一位称职的基督徒，才能得到上帝的授予，来帮助人，使人蒙福。诗篇98篇，要向上帝唱新歌，他行了奇妙伟大的事，他以大能和神圣的力量赢得了胜利。上主宣布他的胜利，向万国显示他拯救的能力。他谨守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以信实和不变的爱待他们。全地的人都看见了我们上帝的救恩，普天下要向他们欢呼歌唱，要用诗歌高声颂赞他，要歌唱颂赞上主，要弹竖琴颂赞他，要用号筒和号角，在上主我们的王面前欢呼，欢呼吧海洋和其中的生物，歌唱吧大地和地上的万物。江河啊，要拍掌；群山啊，要在上主面前一同欢唱，因为他要来治理普天下，他要以公义统治世界，他要以信实对待万民。感谢主呼召我们成为基督徒，让我们有传福音的权柄，但也求主让我们明白我们没有权柄，只有领受主你授予的职权，来执行你所交代在我们手上的工作，来荣耀主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